大家好，歡迎返到理財真講話。10月1號，你以為淨係得放假咁開心？醒下啦！對於全香港幾十萬嘅公屋街坊嚟講，今年嘅10月1號隨時係一場噩夢嘅開始，因為房委會好大機會喺呢一日正式宣布公屋加租。你冇聽錯，喺百物騰貴，買棵菜都貴過人嘅時候，你每個月交緊嗰份公屋租金，分分鐘又要再加碼。但係你千祈唔好因為聽到加租就嚇到即刻關掉呢條片，因為我今日要講嘅係一個房署未必會主動敲門話你知，但係隨時幫你或者你屋企老人家每個月慳返一半租金，甚至乎係零租金嘅救命絕招。好多老人家以為自己有攞生果金或者長者生活津貼就一定超額無得申請租金減免，又有人話減租名額有限，爭崩頭都輪唔到自己。錯，大錯特錯。今日我就要一次過踢爆呢啲坊間嘅誤解，手把手教你點樣喺加租嘅大浪劈埋嚟之前，成功申請公屋租金援助，保住你個荷包。如果你屋企有長者住緊公屋，或者你自己就係公屋住戶，呢條片你必須由頭睇到尾，錯過1秒，你每個月就白白跌咗幾千蚊落海，一年計落隨時冇咗成萬蚊兒。大家諗下，而家喺香港做基層、做長者有幾艱難？後生仔出去打工都話驚被裁員，老人家退咗休冇晒收入，每個月就係靠政府嗰幾千蚊津貼，同埋自己辛辛苦苦儲落嘅嗰份微薄棺材本過活。水費、電費、煤氣費邊樣唔加？落街食個最平嘅茶餐廳，常餐都已經講緊40-50蚊。喺呢個時候，如果房署仲要加公屋租金，對於好多長者嚟講，絕對係百上加斤。好多老友記為咗交租，唯有喺自己個飯碗度縮縮，一日3餐變2餐，甚至有病都唔敢去睇醫生，驚冇錢買藥。呢種切身之痛，冇經歷過嘅人係唔會明嘅。最慘嘅係咩？最慘係明明政府有政策、有資源可以幫到佢哋，但係因為資訊唔流通，或者老人家對啲政府文件有恐懼症，睇唔明啲申請表，結果就白白放棄咗自己應得嘅福利。你身為仔女、孫仔孫女，或者作為一個關心社會嘅香港人，你忍心見到身邊嘅長者因為唔識字、唔識政策，而每個月白白交多咗冤枉錢咩？所以今日呢條片唔單止係一條資訊片，更加係一條實用嘅救命草。我哋唔講廢話，即刻入正題，拆解公屋租金援助計劃嘅4大核心秘密。首先，我哋要重新認識咩叫做公屋租金援助計劃，簡稱租援。好多人一聽到呢個名，第一時間就覺得，唉，呢啲政府嘢一定好難申請啦，實要查家宅，又要交10萬樣證明文件，仲要隨時有名額限制，排到佛誕都未輪到我啦。如果你有呢個諗法，你就真係大錯特錯，兼且中咗坊間留言嘅伏。我喺度鄭重咁同大家澄清，公屋租金援助計劃係絕對無名額限制嘅，只要你符合資格，房署就一定必須要批俾你。唔存在話今年名額滿咗，叫你下年請早呢回事。呢個係你作為公屋住戶嘅基本權益。租援計劃主要分為2個級別，減1/4租金，即係減25%，同埋減1半租金，即係減50%。對於我哋今日嘅重點對象長者家庭嚟講，佢哋嘅門檻其實係特別寬鬆嘅。只要你個公屋戶籍入面全部家庭成員都係年滿60歲或以上嘅長者，你哋就屬於長者家庭。對於長者家庭，房署嘅要求係比一般家庭低好多。一般家庭可能要入息跌到好低，先可以減1半租，但長者家庭只要入息低於公屋入息限額嘅70%，或者租金佔入息比例超過18%，就可以直接申請減免1半租金。一半梅，假設你原本交緊2000蚊租，批咗之後每個月只係交1000蚊，一年就慳咗12000蚊。呢12000蚊用嚟買保健品，食好啲，甚至得閒去飲下茶，不知幾好。而且長者家庭申請租援最長可以獲批2年，期間如果家庭狀況無變，通常續期都非常簡單。所以千祈唔好俾名額限制呢個謠言嚇卻步，放膽去申請。跟住落嚟呢一點，亦都係全條片最值錢、最多人誤解嘅超級核心重點，請大家一定要豎起耳仔聽清楚，最好攞埋筆記低。好多老人家一聽到要審查入息，就即刻打退堂鼓。佢哋心諗，哎呀，我每個月有攞政府個高額長者生活津貼、長生津，成4000幾蚊獎，兩老加埋都成8-9千蚊。如果當係入息，咪實超額咯，邊有得減租呀？我而家好大聲、好清楚咁話俾大家知，根據房委會嘅明文規定，政府發放嘅高齡津貼，即係大家俗稱嘅生果金，
以及長者生活津貼，普通或者高額都好，甚至係傷殘津貼，全部通通都唔當作入息計算。我重複一次，唔當作入息，呢個係一個極大嘅德政，但偏偏有好多長者同埋佢哋嘅仔女都唔知。等我舉個極端但非常真實嘅例子俾大家聽。假設有一個長者雙人家庭，陳伯同陳師奶，佢哋兩位都過咗70歲，退晒休，冇做嘢，冇長俸，平時啲積蓄就放喺銀行。佢哋唯一嘅收入就係每個月兩公婆加埋大約8000幾蚊嘅高額長者生活津貼。當佢哋去申請租援、填表、申報入息嘅時候，喺政府津貼嗰一欄，佢哋係需要如實填寫有攞長生津，但係房署喺計佢哋總入息嘅時候，會將呢8000幾蚊直接扣除。當佢哋嘅入息係零，你冇聽錯，係零。既然入息係零，咁絕對係遠遠低於房署規定嘅入息限額，佢哋理所當然咁符合申請減一半租金嘅資格。好多老人家就係過唔到自己心理嗰關，覺得政府俾咗津貼我，冇理由又俾我減租，覺得自己實唔合資格，連表格都懶得去攞。結果呢，每個月硬食全額租金，生活過得苦哈哈。其實政府設立呢啲津貼係為咗保障長者嘅基本生活質素，而租援就係為咗減輕住屋負擔，兩者係並行不悖，絕對可以同時享有踩。如果你身邊有老人家係靠長生津或者生果金過活，而又交緊全租嘅，睇完呢條片，聽朝第一件事就係陪佢落樓下屋邨辦事處攞表。你一個簡單嘅舉動就可以幫佢哋每個月慳返1000幾2000蚊，呢個功德真係無量呀！好啦，頭先講咗減一半租，咁標題講嘅更有方法直接免租，即係連一半都唔使交，真係1毫子都唔使出。呢個又係咩玩法呢？呢個係房署同社會福利署之間一個聯動嘅機制，專門為最基層、經濟極度困難嘅住戶而設。呢招嘅核心就係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即係大家耳熟能詳嘅綜援。好多老人家對綜援2個字好抗拒，覺得好無面，或者覺得審查好嚴格。但係我哋要理性咁去睇呢件事。如果一個長者家庭真係積蓄耗盡，又無仔女供養，單靠長生津都難以維持生活，申請長者綜援絕對係佢哋應有嘅權利。而喺公屋交租呢一環，綜援制度有一個非常強大嘅保障，叫做租金津貼。當一個公屋住戶成功申請到綜援，社署喺計算佢每個月可以攞到幾多錢嘅時候，係會直接包含一筆等同於佢公屋實際租金嘅津貼，當然要有上限。但絕大部分公屋租金都喺上限之內，即係話，如果你間公屋每個月租金係2500蚊，社署就會喺你嘅綜援金入面額外加多2500蚊俾你用嚟交租。喺操作上，有啲情況甚至係社署直接將筆租金過數俾房署，你連交租呢個動作都省卻埋。對於個長者嚟講，佢住緊呢間公屋，實際上係1毫子租金都唔需要由自己個荷包度攞出嚟，達至真正意義上嘅免租。而且大家要留意最新嘅政策動向，近年政府對長者綜援嘅資產限額其實做過調整，比以前稍為寬鬆咗。如果老人家真係捱得好辛苦，與其死撐交租，不如認真考慮係社工評估下，睇下申唔申請到長者綜援。一旦成功，唔單止解決咗零租金嘅問題，連帶醫療津貼、牙科津貼等等都會一併覆蓋，對長者嘅晚年生活係一個極大嘅全面保障。所以唔好俾面子包袱害死自己。真正嘅聰明人係識得善用社會安全網嘅每一滴資源。聽完上面呢幾招，係咪覺得叮一聲眼前一亮呢？但係知而不行等於未知，最重要嘅係點樣落地去執行。好多老人家去到屋邨辦事處，見到啲職員忙到踢晒腳，態度可能急躁少少，老人家一怯就唔敢問落去。所以我強烈建議後生一輩一定要陪同長者去辦理。等我教埋大家申請租援嘅實戰3部曲。第一步，準備彈藥。去辦事處之前，準備好所有家庭成員嘅身份證副本、銀行存摺副本、最近6個月嘅記錄，用嚟證明無其他隱藏入息。如果老人家有返啲散工，就要準備糧單或者僱主證明。最緊要係帶埋佢哋領取生果金或者長生津嘅銀行戶口記錄，雖然唔計入息，但都要申報。第二步，直搗黃龍。去到屋邨辦事處，直接同職員講，我要幫老人家申請租金援助計劃。記住，態度要堅定，唔好俾啲職員隨口一句你阿媽有幾十萬存款過唔到大就嚇走。因為租援計劃主要睇嘅係入息，只要家庭總資產無超過公屋入息限額嘅指定倍數，長者家庭嘅資產限額非常之高，一般100幾200萬都未必超標。主要卡關嘅通常係入息，
而我哋頭先講過，生果金同長生津唔計入息，所以過關機率極高。第三步，跟進到底，交齊表之後，房署通常需要幾個星期去審批，呢段期間千萬唔好以為交咗就搞掂，要定期打電話或者落去跟進進度。如果有漏文件，即刻補交，一旦批咗，房署會發信通知你幾時開始減租。當你見到下個月張租單真係少咗一半，嗰種成功感同埋實實在在慳落嚟嘅錢，絕對會令你覺得今日睇呢條片係超級值得。另外，大家一定要留意，房署對於瞞報、入息或者資產嘅處罰係好嚴厲嘅，分分鐘會被收回公屋，甚至惹上官非。所以我哋教大家嘅係合法避稅、合法申請福利，絕對唔係教人呃政府。所有申報必須如實進行。有咩唔明，一定要問清楚屋邨辦事處嘅主任。各位街坊、各位朋友，10月1號嘅加租陰霾已經逼到埋身，政府加租有佢嘅財政考量，我哋升斗市民改變唔到大局，但係我哋絕對可以利用現有嘅政策，為自己、為屋企嘅長者爭取最大嘅權益。公屋資源好寶貴，租金援助計劃係政府白紙黑字寫明嘅安全網，唔係乞求，係你應得嘅保障。生果金唔計入息，長生津唔計入息，無名額限制，呢啲全部都係房署網站有得查證嘅硬道理，唔好再被坊間嘅流言蜚語呃到，唔好再因為怕麻煩而每個月賭錢落海。由今日開始，審視下自己或者父母嘅交租狀況，如果你符合資格，聽日無錯就係聽日，即刻去行動。如果你覺得今日呢條片嘅乾貨真係幫到你，或者打破咗你對公屋租援嘅誤解，我懇請你一定要做3件事。第一，即刻撳個 like。等 YouTube 知道呢條片好有用，推介俾更多有需要嘅基層市民睇到。第二，將呢條片 share 俾你身邊所有住緊公屋嘅親戚朋友，特別係屋企有老人家嘅群組，你嘅一個轉發，隨時幫人哋一個家庭慳幾萬蚊。第三，未訂閱嘅朋友即刻撳下面嘅訂閱按鈕同埋旁邊嘅鐘仔，我哋個頻道會持續為大家發掘更多貼地、實用、保住你荷包嘅政策拆解同理財資訊。最後，我想喺留言區聽下大家嘅聲音，你哋對於10月1號公屋可能加租有咩睇法？你或者你身邊嘅長者有冇申請過租金援助？過程順唔順利？有冇遇過啲咩奇難雜症或者刁難？歡迎喺下面留言分享你嘅經歷，我哋一齊討論，一齊集思廣益，互相幫忙。喺呢個艱難嘅時刻，我哋香港人一定要守望相助，做個精明嘅消費者同市民。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